其实教育制度嘛影响到少年人生囡仔意愿。今年是410教育改革大游行30周年，陈教总今仔就开记者会，批评讲当初的诉求小班小校制到大个还未落实，公司高中大学嘛造成基职体系劣化，即马要推赛双语政策嘛欠缺沟通，教育问题是真多，所以因呼吁520新政府上任了后，会当来沟通改善。 面对少子化的问题，今年有5间大学要停办，也有13间高中高职和政府规划做专案辅导学校，甚至其中6间已经无要招学生啊！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拜2开记者会，针对30年前410教育改革的诉求，包括落实小班小校、加设立高中大学等等诉求，批评这么侪档过去拢无落实，尤其是特殊教育老师和学生的比例也阁真悬。学前的特教的部分，普幼都可以降到1:12了，特教的可能还要到1:15，特生甚至于它的师生比还会高于普生。另外，加设立高中大学也造成基职体系劣化困境，造成人才断层，政府也应当思考。 没有妥善的去做技职方面的一个衔接在技职的部分也有重学术，然后轻这个技职的一个概念在前几年，我们的高中生跟技职生已经翻转了也就是说技职生它是不断的往下减，那这造成我们现在的一个技职的一个人才的一个断层。 另外，5月20，总统就要就任啊！拜20外教育团体也联合呼吁，新上任的政府爱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参学者做伙讨论教育政策的方向。因也盼望日后上任的教育部长会当加和教育团体接触，听过无同款的意见，做伙来改善台湾的教育环境。记者刘时武、谢桂林台北报道。